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馬到功成，馬上發財，馬上有錢。我可以好斯文㗎。哥哥，吃飯沒有啊？發癲嘅，笑死咩？唔係啊，哥開玩笑啫，同個靚仔，唔至於啊嘛？大哥要報警，你嚇死我咩？咩帶壞小孩子啫？你咁柒叻，你冇俾手機小孩玩啊嘛？神嘅你都，你咁講喎，你戇篤篤嘅你，一帶壞小孩子啊！你做父母你做唔好啊！你仲話人哋帶壞小孩子，牛頭唔飲水唔揼得牛頭低兄弟。你老豆老母點樣嘅，你個仔可能係點樣噶啦。不要一味地去怪別人，要麼你冇俾佢出街，要麼你冇俾佢返學，韞住佢喺屋企度，一天天的像個鬼一樣。唔係我撳佢言，佢而家睇緊我直播嘅。你拿個小號入來呀，快點！我都禁你言了，我沒有拉黑你哦。我讓你看看，你最嬲的人還在直播。我讓你看看，咬我個頭又硬，咬我個屎忽又臭，想打又打唔到我，想食唔到我呢種感覺，我靠，真的很難受。你看一下你的仇人還是過得那麼開心，這一刻 very good， I so beautiful。我知道你非常的難受，我就是要把你禁言，我讓你看看你的仇人我活得多開心。